大家好吼，因为时间差不多啊，我想咱就先开始啊。因为今仔日就是阮家己时间无拄好，就是请敲一场工作，毋过伫迄个盐路社遐，阮阁有一个活动，所以讲咱的人就是有一寡人是分到遐去斗相共就对啦，所以遮的人等于讲看起来较少安尼。今仔日邀请的是迄个 THK 吼，我先讲一个就是。毋知影大家有看过伊画的红仔图？敢有看过伊伫 YouTube 顶悬，就是放送迄个教大家白话字的迄个影片，应该大家拢知影伊啦吼。我知影伊的迄个教白话字的影片，对迄个少年辈影响介侪，就是因大家拢足侪人是透过迄个影片来学白话字的。我家己对伊熟悉嘛是为即本册开始的。即本册是。2016年，我伫基进去找伊签名的时阵，迄落买的。是想讲请伊来，是感觉讲伊对伊咱通常学台文了后，咱会感觉讲学台文会当创啥？毋过透过伊家己咧做的代志，我感觉就是咱会当为伊做的代志来看，讲伊学了台文了后，伊实际上对台文就是。做过啥物代志，其实伊做的代志足济，等下伊嘛会了解。因为就是伊传的物件实在是足济，所以我感觉我嘛莫占伤济时间，就是直接先请伊来讲就好啦。好，谢谢。迄个我今日讲题吼，是进前伊请我来讲做趣味就是我进前一直要想要来遮参加活动，无用，袂加去到第一届，你嘛是家己来遮讲吼。伊头讲人少个啦，即人已经算多少，我讲过迄种2个、3个，是熟悉迄种个。迄个我即讲题是我的台语经验甲新市名吼，即新市名等下我会讲是啥物意思。我本人的名陈宪君吼，所以 THK 是我名的缩小。电脑无熟吼，我先介绍一下讲我家己的背景，基本的背景。我本身趁钱主要是工程师啦，我理工背景的，机械背景的。兴趣是画红仔图，第二点画红仔图，等者我的图。上尾就是舞一寡参囡仔，参台语有关的代志。即3项代志，愈顶悬迄个趁愈济钱，愈后壁愈趁无钱。可愈后壁是我感觉愈重要、愈有兴趣的物件吼。人生就是遮困难，我嘛毋知要安怎。做一个工程师吼，我有一寡专长，先甲大家讲者吼。第一个是图影处理啊，这名词我家己翻译的啦吼，图就是袂叮当，影就是袂叮当的嘛吼。比较注意用语，所以大家当参考一下。另外一个是各项的什物深层学习吼，deep learning，毋过即个物件就是网算啦，趣味，嘛无做够啦吼，比毋捌的人较够安尼。搁一寡自然科学甲工程科技的物件，我做有兴趣，所以我伫过去1、2档有，等下去介绍的是我有去想办法要甲用台语去讲一寡即种物件。你会遇到做困难的吼，就做思考会当参大家讨论。像我迄阵。我家用的系统是用迄个 Windows 吼，我用迄个 Linux，我输入法咯，台语输入法我就找无下用的啊，所以我后来家己，因为中华民国有播送，我完全袂做深啊，所以我无用的。我等下甲改一下吼，后来我就家己去找人的字，比如家己来改吼，家己用安尼。当然吼，但讲真正，台语的技术性的物件，我即马熟悉人内底5下已经无来啦吼，迄落伊做上济。伊做者迄种像最近搁一个吹台语，迄个字典的字词典的迄种整合的网站吼，最厉害。画图即件代志到目前为止无趁着啥物钱啦吼，趁上济应该是，毋是讲趁上济吼，相对来讲趁上济就是2015年年底出版社找我出一本迄落政治红仔册的一本，即本迄阵就是1-2000本啦，毋知赔了未吼。迄阵大册局拢无爱互一本去，所以卖了有点辛苦。佫有人毋知咱介绍去找我画迄种翻译的册配，迄内底内容是我写吼，我是看因的册吼，消化过家己甲画出来呢。一寡目前嘛有一寡迄落较南山的，有人政治网站一个月叫我画一2张图啦，吼，预安尼。迄阵我伫网络画图吼。迄知名图是一张图拍出来，迄阵300，迄看一支300过3工嘛吼，画一张图。即张图，迄阵面册转出来人转5000几个，
我一世人应该无机会过这两个会度啦吼。啊，不过迄阵我的思想搁花溜溜啦。啊，我迄阵平常时我画图的物件，政治的，咧头洗一寡政治的人物的物件吼，甲咱社会一个观念像即种图安尼吼，空间袂当有诶无诶。啊，这2005年，迄阵我甲一个朋友就咧感觉生歌迄个吼，无啥路用，啊，不过迄阵你若讲这吼会用电哦，我都排过来找你要小书吼，讲伊是咱的希望吼，你较会当安尼甲人回应吼。啊，不过即摆面应该是较侪人啊。啊，讲到画图，我个人是上想要做即种代志。这我2012年画，足久以前画，6年前，就是迄种连环的人仔图。啊，这这7年尔。啊，毋过故事足简单，迄是我高中的时阵想到一个故事，啊，伊伫到20年后，较家己甲画出来吼，家己画兴趣的，啊有放伫网络顶悬。啊，大家当看到我迄阵就是写白话字，因为我迄阵是想讲，我的专长会当替台语留啥物物件落来，所以伊想要做这件代志。啊，毋过做这是忝的吼。伊爱编剧啦，吼，爱分镜啦，吼，爱想剧情。啊，前年，歹势前年我搁接到一件本地的成要做，这是台南的杜信良，嘿，大家可能真侪朋友应该知影，伊做到写故事、写小说，啊，这是一篇第一篇的小说得着奖。啊，迄阵迄个因有来找我讲要甲画做人仔图，啊，迄阵一开始嘛兴，我讲好，毋过后来发觉着第一个困难是我家己的时间真正无够。啊，第二个困难是因为迄阵基金会决心要用，就是要送迄个教育部的版本汉字甲来了。啊，我迄阵想，我就感觉毋对，我无想要干送，我想要讲，敢袂当有咱教白话字的版本。啊，到我会讲袂当，我安尼袂当，我就是请你像别人继续画安尼。啊，即摆真正干那我毋知影，所以迄阵就开始画一寡物件图，我画就无收尾啦吼。啊，搁头我讲到的有一寡囡仔的物件，所以等下我会讲到我有参加台南的一个共学团吼，迄算规台湾的一个团体。啊，我有当时嘛用画图的方式去讲一寡参囡仔吼、参教育有关的代志。啊，我毋是教育专家吼，所以免伤过烦恼。啊，来即个团拄啊，主持人介绍就讲，我用伫 YouTube 顶悬吼，我用一寡台语的教学吼，教人要哪写白话字。这起因就是迄阵差不多有咱2冬外前，我一寡朋友拄啊，伫网络顶悬咧讲。伊想要学，啊，毋知要哪学。啊，因为我做家己学过，我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家己去看册吼，无遐简单学啦，做侪物件你会杀无。所以我想着讲，啊，这物件是上简单，我就家己开始录影片吼，啊，放去，互需要的人去看。啊，这我迄个网络台，即摆常用吼。大家若去 YouTube 顶悬，你就是拍 THK 白话字，应该就找会到，应该就找会到。好啊，今仔有一寡物件要互大家做实验吼。你看到即个字，你头壳想着啥？应该，若听我讲嘛，可能一个朋友知影我要做啥代志吼，你头壳先想即个。啊，你若看到即个字，你搁会想着啥？你敢有想着头看就是伫现主席社会吼，还是即样咱用台语咧讲，无头拄啊迄2个字，99%呀，一定拢用华语咧发音，用华语咧想。这是做啥物实验？就是讲，咱对汉字的认捌吼。已经绑甲足死个，咱一看到汉字，感觉迄是中文，迄就是华语。啊，毋过咱无想着讲伫即个文化过去以来，这是足侪语言共同的一个字的符号啦吼，迄一个系统会当用。啊，这嘛是一个台湾社会，定你会伫网络顶讲，很侪人咧讲代志吼，讲到即几个字吼，几个字有啥无共？第一个大家拢捌啦吼，啊，第二个甲第三个。对一个是简体中，即我对规气顶悬了落来啦。中迄个字是日本的新汉字，迄日本的汉字。啊，第三个字则是足侪台湾人足爱笑人讲繁体字，迄个简体字吼。啊，毋过我就搁为着这画一张图吼，我真就是笑讲，咱是安有一种足侪普遍社会是，咱是。中华文化正统，哦，咱要维护迄个正体中文的优美性，哦，正统性，啊，就笑人中国的简体字是安怎读安怎，啊，毋过当着日本的汉字又阁无即种感觉，啊，对迄阵我就家己一直想，我对迄阵开始对汉字的迄种观念吼，开始有正无共的想法吼，所以两个即摆阁看到一几个字吼，有个人足侪人看到倒手屏去做落跳起来，
毋过日本人嘛是写倒手平去做啊吼。啊，你讲正手平迄个台甲中迄个台有啥无共？你若毋知吼，你后摆你注意看，你去网络查，去外口看，所有政府机关、中华民国政府机关的台，绝对叫你写正手平，写中迄个会甲你拍落来哦。因为我进前伫迄个我食头路的所在，定定一寡政府机关的案件，伊有人咧抓你即个字，讲你袂当写中迄个台，你写正手平迄个台吼。啊，这个讲到官方的正式标准一件代志，咱就算有心要舞台语的人吼，我上早嘛是安尼，我嘛咧想讲。啊，有一个官方的标准出来，我就去对这个官方的版本，安尼较好，安尼较有效率嘛吼，咱要杀的较顺嘛吼。啊，毋过经过一几单吼，家己一寡迄落经验吼，啊，甲一寡想我发觉着，安尼想是无妥当的吼，安尼想无妥当的，咱有机会甲大家解释。啊，这是两个讲到官方标准吼，这个互大家看几啊个吼，这是华语的汉字食文啊吼。倒手平对啊，正手平对。正手。嘿，你若去教育部查，会甲你讲倒手是对，正手是对，正手开始对。啊，毋过逐个用是安尼用，无啥物问题嘛吼，无啥问题。敢有人咧讲一定来照官方的标准，无。啊，即个倒一个是正确的，倒一个较实。你查伊甲你讲两个拢会当，官方的标准讲两个拢会当。但嘛是感觉欢喜甲，嘛无人会注意到。咱平常时上生活，你根本头壳内底可能无注意到，迄是两个无共的汉字，吼，可能无。啊，这嘛算朋友甲我讲的例啦吼。啊，这边咱读华语，咱即马拢看华语的汉字就好。大家应该有印象吼，标准的头叫古籍对无？吼，再来笑讲，啊，迄个专家是咧想啥？明明大家拢自细汉就读华字，你啥要读古籍吼？靠这华字的代志吼。啊，这咧。蛮几年前的新闻或者印象，教育部讲用迄字做字，牛仔裤，迄网络大家就开始喊起来，就开始叫啊，开始笑啊，讲这专家是食屎大汉的呢，还叫牛仔裤，啥物人会安尼讲哦？明明就是牛仔裤哦。啊，毋过你先等去看，佮改转来，伊甲你讲嘛会当叫做牛，两个拢会当，两个拢会当，迄叫从善如流啦吼。啊，毋过这里嘛是坚持，顶悬嘛是干一个，连歌仔戏。嘿，做仔细吼，歌仔细。我讲这个例是要讲啥呢？是咱讲到华语的物件，咱的社会讲出来从官方对付，笑专家无路用。你对个物件是差不多日常生活脱节啦，无符合我的生活经验。毋过讲到台语毋是安尼，讲到台语咱就无信心。咱嘛感觉讲，吼，爱用官方的标准的物件，较是对的，较是应该去送的。啊，若毋是官方标准的讲，安尼毋好。咱爱照教育部的吼，这算教育的成功啦。啊，即几个字吼，咱搁转来台语吼，我捡几个迄落台语的汉字，这是教育部的版本吼。我读过这凊彩景的吼，着卖款着真，啊，迄是爸囝哪安怎的哪毋听吼。毋过，随相伫教育部，咱两出个问题吼。伫教育部的汉字出来进前，讲台语的人，因为是上生活，咁拢袂写着台语汉字，一定袂写着。你要记校，你要写客，你要拍客用，啊，莫放莫讲，当一几当较侪人咧讲歌仔册语文，伊拢是爱写落来，啊，迄个汉字走去倒位去，一定有遐物件吼。啊，毋过咱即摆有一个问题是，咱社会看着官方的版本，咱会完全袂记讲伫官方版本进前落去。民间存在一个咧使用的系统，啊，甚至咱会倒转去看讲，迄个系统就是无学术性、无标准化吼、无官方的认证就对啊。迄10个人换做歌，个歌仔册也是去问内底传统咱民间咧用的汉字，就是对应就是几个字，几个字。啊，一开始你看吼，你总来尤其你对汉字的迄个观念的束缚，你还袂透过时阵，你想讲汉字开当安尼黑白写，迄根本就毋是伊本地汉字的意思。就一个行体吼，有一个行证就是讲，咱咧看汉字，咱大部分人，咱自细汉教育起来，咱咧理解迄个汉字是用华语的汉字去理解迄个字的意思。别项莫讲啦，日本人安怎讲温泉，伊个字汉字对是伊3点水迄个汤嘛，吼，烧汤的汤。你嘛袂去讲日本人啥要用汤迄个汉字来讲洗身躯烧水，你嘛袂去怀疑讲日本人啥要用汤迄个汤，咱对咱来讲是用啉的啊，伊是摕来洗身躯的啊。啊，较不要紧，迄个是人一支主体性的物件，
所以这是过去头拄迄10个字吼，你若去一般歌仔册像这，这都毋是我的，这我伫迄个台迄个网站抓落来，迄个几啊字，大家看一下吼，你若目睭有比较较好吼，像这个叫迄款，这个款就头拄你看到个字，这个是马啊，毋是迄个马，搁像，像即句，你若头拄汉字，你若捌按小叫过吼，咱即句叫做看甲迄款真拍算，你着较看有即种物件。即种物件是过去咱祖公因咧娱乐的时阵吼，即咱像日本时代出来中国，啥物地当藏西瓜，迄阵可能中国咱发生大地当的款啊，伊就写一寡即物件出来。即种物件偌济吼，大已经的数量写出来已经要到1000本。歌仔册即个物件吼，我永远是完全看袂上眼，因为感觉即种物件就是无，就是我头讲的啦。我感觉即种物件是古早的物件，无现代化，无标准化。无官方认证，毋过事实上，即2档我开始去现一寡出版品咧讲歌仔册，当然我嘛是外行人吼。你发觉着内底做侪台语是足趣味的，搁个台语的用字用词是会当互你想着你细汉的时阵，大人因咧讲话是安怎讲台语的，会当去内底捡做侪物件倒来。即种是拢是宝吼，拢是宝。毋过头拄甲大家讲的汉字吼，伫3、4档前，我的观念完全无法度接受。迄阵我有一个观念，就是脱头，我要全面无爱汉字。毋过即2档佫捡转来吼，我佫汉字捡转来。毋过歹势讲了有种人，就是大家若要学台语吼，伫咱即摆现实环境内底，你先行一步。我会建议大家，我会叫大家先行一步。虽然即步毋是上尾仔的路，毋过一开始就是大象的。你先拢莫卡汉字，你先甲汉字拔掉，因为汉字拔掉。的时阵，你较袂去一直挖靠华语的物件，要来写你的台文。大家若有咧看台文的物件，你就知影，做侪文章吼，伊若是汉落人起来吼，迄华语迄段有做侪几意思上几句拢是华语啊，伊拢是华语，啊，就是台语内面讲用汉字转过，转过安尼。所以脱汉即个吼，是一个我会建议大家先对一条路回行。若总讲你还袂开始。来讲吼，罗马字无汉字要用罗马字，罗马字而且要甲大家介绍几个物件，可能有个人知影啦。因为我是讲，因为今仔日个工作，大家背景可能无共吼，我较加无讲一寡吼。教罗是啥物意思呢？我会想要解释讲个清楚是，我发觉着网络足侪人咧批评，也是咧赞成，也是咧讨论罗马字的时阵，定定共上基本的系统混淆。我捌看一个人讲吼，迄用无咧写讲。这叫做教育部罗马字，台罗叫做台湾本来就有的罗马字，完全倒变吼。教就是教会罗马字，用台湾100几档的历史吼，在座较侪人知影。俗称有一个称呼叫白话字吼，安尼网络要找，用白话字去找，找着做侪物件，像毋知大家知影毋知影？2000几年就有一个网站，wiki 的网站就为了白话字写的版本，当然后伊挂伫中文的闽南语下骹。即个是语言读的分类吼，迄我嘛毋知伊是安怎创的。你学即个物件，像我家己学，我搁来学客话一个学霸客语字吼。你家己着普会当去练去学，这是足好用的一个系统。因为过去传教士伫台湾就是台语、客语，搁原住民、南岛语族做侪拢是用差不多迄个系统去写遐语言，所以有一个共同性吼。像这嘛是我嘛是可能前去2、3年前咧学客语，想要学时。去找着网络，伊个录音吼，这嘛是客话，伊嘛是白话字的系统写。毋过吼，教育部的客语吼，拼音已经甲改做差不通用甲汉语较晚，汉语拼音较晚的迄套。所以我迄阵伫网络查着，我足生气的，所以我毋是客人。毋过我迄阵想讲，你甲过去100几档一块岛树顶法，大概一个共同的文字系统，恁会甲拆互开。台语的就是改做台语啦，但是我讲一个，客话是完全变过，完全拢插即个系统斗袂起来，安尼会造成本地的问题袂当看，你要看你要转会有困难。搁倒转来咱台语的白话字吼，咱若认真要去找网络做这物件，像迄个即个网站顶管理，我刚去了，伊就是有1300几份的文献，全部拢白话字，看袂了啦，内底做些资料会当看。什么资料呢？因为我头讲着我咧舞
工程科技物理化学的一寡代志，吼，我就去想讲，迄人敢有讲过这物件？这是日本时代一个迄个咧讲光线物理的物件，伊内底吼就有讲足侪名词较语法吼，像伊只有写吼，一款号做一头的色列，色列就是 spectrum， 华语叫光谱啦。伊色摆做一列叫色列，即种物件英国人就安尼咧讲，迄阵的人的头壳内底来比咱较好，所以你来当日本内底找着，这是一个足好的参考就对啊。你等到你就直接起来，你免搁家己去想新的事啦，吼，直接来起来用。所以我迄阵就伫内底找，足认真要找这物件，过足少啦吼，足无几篇即种迄个科技工程的物件。即摆搁跳另一个吼，我来跳来跳去。讲到白话字咧学的人吼，一定对迄连话吼连字有做印象，就是一个词内底有足侪话，甲遐个音节连起来。即种物件过去以来就一定有人咧想讲，要安怎去甲即个连话即个问题解决掉。有个人，我过去嘛想讲连话是一定爱话，你摕掉会出问题。毋过后来想想的吼，就想到一个咧。即越南语啦吼，越南。我迄阵捌想要倒来，一直无时间真学啦吼。迄阵我刚开始学，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咱越南嘛是迄阵因的传教士来用罗马字的系统，即摆变成因的正式的官方的文字。越南语嘛是一字一个音，一字一个音。人嘛是滚人的音斗起是一个字一个词。毋过人自头到尾无会，啥物话拢无会，就是一字安尼讲开，嘛无听人讲会安怎样，无。所以说，我来想讲，既然伊人会当安尼做，台语嘛应该会当安尼做较对。这是一个想法，一个参考。所以白话字写做安尼，越南式的就是写做安尼，直接甲连话跳掉。我个人较爱即种方式，因为白话字对我来讲是一个名词，伊就是一个字，英语的 word 一个字，所以我甲倒做一个字安尼写吼。所以传统的写法吼，比如讲。今仔日真欢喜袂当参大家踮遮开讲吼，做伙讨论台语的未来，拢会。若越南式的就是全部去掉，吼，就是一个音一个音一个音。若用我头拄讲的迄种方式就是，今仔日出底就是一个字，第一个字，我就甲写做伙，吼，真欢喜 happy 就一个字。用即种方式去思考，啥物会叫做一个台语字啦？吼，啥物叫一个台语字？你若讲罗马字安尼看吼。当然，这牵涉到咱咧学的过程，因为咱一开始学就是家己，一个音用连话甲连起来，咱安尼去记迄个字。毋过你若咧学英语的时阵，你是一个免怎讲，一个单字安尼学啦，你就袂去管你内底音节是安怎分吼。若换做汉字，汉字嘛是足趣味啊，伊一字做明显，因为是四角字，是跨度做明显。毋过你嘛袂因为安尼就讲。这是我用一寡再来的，毋是用教育部迄套的汉字吼。头三个叫做今仔日，我花车安尼写，今仔日真欢喜。你嘛袂讲，你若会晓用，你嘛袂甲欢甲喜切落开。你安尼看袂足紧，你着大脑内底就知影，对几个汉字斗做伙是一个字一个词。你讲是安那汉字你有法度，罗马字你无法度。敢若问一个简单的啦，汉字大家在用的汉字你捌几单啊？毋管是华语的，咱用华语做基础。汉字你捌几单啊？迄个台语诶，罗马字你捌几单？你一工敢用1点钟？嘿，可能无，10分钟拢有困难吼。别项莫讲一个咧，咱咧学日语诶人啊，咱若是学日语诶人，你一开始你嘛是去目睭嘛是干来去看迄几个汉字，有没有意思？伊诶骹若你嘛是像烂过跳过，这是习惯性诶问题啦，这是习惯性诶问题。搁转来用英语做咧吼 ，newspaper 报纸，你嘛袂刚刚讲英语拢连做伙，内底本来母音吼，甲无人会读做 newspaper， 中有 spa 加出一个字啊，你袂去安尼，你袂安尼去怀疑即个物件白，因为你一开始学你就是无安尼，你嘛袂去讲 news 是新闻纸，所以新闻甲纸中一定爱画安尼较好，这叫做 newspaper， 你嘛袂安尼讲。安尼若报纸写，咱就一定爱中去买。我现在袂当甲报纸写做安尼，
吼，这是足侪，逐工咧用吼，逐工咧想诶想法，这毋是讲我一个人咧想，足侪人拢安尼咧想，安尼咧试验啦吼。所以头拄讲出侪就是对台语诶字吼，一寡我是汉字就妈字诶想法吼，伫咧改变我个人啊吼，像头拄安尼。过来讲着电话吼，有一个功能，有人咧讲声调变声嘛吼。你画做伙迄个字，头前人较知影讲爱变调，吼，读出来较是对诶。这个开始就讲吼，字吼对一个字诶系统是互你看足准诶100%声调，应该是无，应该是无。我举一个例吼，咱若传统咧写，徛起来行出去，两画表示有轻声诶转变，前面会遐个物件吼，还有啥物头前轻声，后壁轻声做无杂诶吼。我若写做我头拄讲诶迄个例吼，我是安尼想诶，这是动词嘛吼，徛安那徛起来，这就是复数，就是形容迄个动作。行去倒位，行出去，我是行入来是行出去。这种物件拢足固定诶，伊有一有一寡语言诶文化伫内底。当然我毋是专家，毋过我相信你安尼写，事实上阮足侪朋友安尼写，逐个咧读咧看，无啥物大问题。佫有人讲着，佫有一个例，像讲我即摆无用，我后日才来，甲我后日才来，台语是无共诶。在场人有知影差别吼？后日就是几工以后，知影几工就是 several days， 几工以后叫做后日才来，后日就是明仔载，就是明仔载叫后日。伫传统地位内底，一月甲2月，即两个词是无共诶。你讲我若无爱电话，无要安怎处理？以即个例来讲吼，因为后壁迄几日吼，毋知影拄诶几工，就是安尼写，安尼是叫后日。你后日就咱找参，今仔日、明仔载、昨昏共款，伊是一个时间诶特殊诶点，伊就是一个，咱像人讲 today yesterday 安尼，就甲写做一个，这嘛是上解决诶方法。哦，即我个人想诶啦吼，我上朋友讨论，伊嘛是感觉安尼是做会使。所以你若种以后咱诶白话字安尼写，安尼有连做伙甲无连做伙，就是两个无共诶意思。这嘛是一个方法啦吼。像迄个，这是张如虹先生伊对一个文章内底讲着变调诶特殊诶例吼，好家己。我细汉无安尼讲啦，挂包啦，讲挂包好家己中间字啦。我若写顶悬分开写，甲下骹做伙写，有啥无共？顶悬就是一只好咧教一只字，你讲啥代志？下骹就是挂包迄个物件，伊是一个名词，差不多是一种理路啦吼。你讲这用咧就有诶，咱解决袂白搭。你若讲挂包吼，好一月加一月比，伊即个字无变调，伊嘛是讲好家己。你著是讲挂包，你袂讲好家己，伊袂变调。所以认为你讲电话会当解决，会当标注变调诶位置，无可能。做一种特殊诶例，伊是无法度处理。敢若伊无法度处理，等下嘛袂要紧吼。我是安尼想诶。即个例嘛是，逐个咧定咧讲吼，台湾做者地动吼，地动诶地无变调，地咱袂讲地动，咱讲地动。所以你袂晓话要创啊？你家己做伙吼，地动即个词。所以佫像即个例啦吼，伊三不五时啊，就内底乱吼，讲啥物台语就爱合做闽南语吼。迄个三不五时啊吼，我头拄咧讲，时阵迄声调咧变吼。阮兜我家己做一个讲法，伊三五时啊，伊就是我后壁规歌拢是轻声调，嘛有安尼讲诶。毋讲我三不五时，逐个人腔诶无共。安尼你讲，你迄个连话要安怎解决即种问题？因为即个问题是你诶问题。文字是文字，你若真正要讲声调，你就用 IPA， 你用国际音标迄种物件去标准诶发音。字对咱诶白话字有足强诶标音诶功能，毋过伊毋是音标。这是一个我即两人思考得到诶一个结果啦吼。你安尼跳出来看吼，用我讲迄个话就是三不五时就是一种拿出来定安怎吼，想着咱一个时间诶复数啦吼，像台语啦吼、闽南语即种名词啦安尼写。我即摆写标语拢是安尼写。迄工去找去，伊嘛有一段咧讲编字号吼。伊即段讲诶就是像这样，咱讲单线字。你无代无志，你若讲即个起标，
一个写做伙，你本地就知影伊就是陈先生。伊伫文字顶原就是咧讲 Mr. 陈吼 Mr. 陈即种物件。啊，像我头嘛讲，伊讲哭出来，头我讲行出去，种物件吼。啊，伊写到尾就讲吼，伊讲近来吼，互使用者开始咧做即件代志。这应该是有那十几当前了，做侪人安尼咧做诶啦，做企业。啊，不过因为即摆是网络诶时代吼，大家伫面册啥话咧写吼有交流，所以就较知影讲迄个气氛会起来。经过网络时代进程，大家一人写一款无交流，所以迄个要安怎讲，标一个 group 起来，标一个群组起来啦吼。啊，所以嘛讲，你甲连尾吼刻标是一个吼白话字，真正变做个较成字诶系统。一个应该爱做诶代志吼，啊，等下台语吼，台语是伊专名是安尼啊。啊，拢甲朋友讲吼，啊，像教育部，你去教育部网站，你找袂到台语即个名字，你拢一定写闽南语，无就是台湾闽南语。啊，你若我讲你若爱尊重别人吼，啊，家己叫做闽南语吼，啊，伊个主要讲拼音方案吼，所以一组物件人拢讲台语，啊，拢讲。我拢甲叫闽德啦，啊闽德啦，歹势，伊有华语讨语闽德。我讲你要尊重伊本地名吼，伊重点就是闽南语嘛吼，啊闽德佢叫缩写叫 BL 嘛袂歹吼。啊，要问大家一个这，这是华语字啊，华语的这个字你安怎读？伊家己想看觅，我的发音是应，是嘛吼，是应该，啊台语。有人讲应该，有人讲应该啦，迄听的问题应该，我讲应该。应吼，应即个物件，伊的台语音掺华语的即个音，我咧听是无共的，有个人听袂出来。我记一个，我表演台湾国语互大家听。你若一般人咧台湾人咧讲蔡英文的华语，咪咧讲蔡英文。毋过你若是有台语听出，人会讲蔡英文，有听出中迄个字无共个，用蔡英文英，用伊个英啊，伊就用台语来发迄个音啊，用蔡英文英是蔡英文，无啥共吼。我要讲的是台语吼，闽南吼毕业咯，甲用 ing 来调台语的英即个音，啊传统的标字是用正手标即个，啊张如洪教授伊吼，伊个讲法我是赞成讲。在伊是伊个读个背景，伊知影讲华语的迄个音，甲台语的音，自上是两个无共发音。伊主张用即两个无共去飘，倒手标起来，以后互台语飘华语的外来语音，保留本地标字就是安尼写。所以我要讲的是，官方政府学者专家定出来的即套，无较好用，变做互代志较复杂吼。啊，记者，这嘛是张国宏先生的一篇文章内底讲的。传统白话字，这叫做圆啊圆，这是圆，等于那圆，这是头讲的圆，伊写法足无共的。你若改做闽南语的迄个罗马字迄套吼，伊写做安尼，足共的。伊敢若靠后壁有即个字，无即个字，有即个字来分辨，安尼有一个问题，你规篇文章写出来吼，你较够看，你就写毋对。写毋对你嘛杀无，咱就是我咧互大家看吼。啊，顶款你三个传统的写法，变倒靠我度去分辨是无共个字。顶款人传统白话字，啊，家己字摕了吼，即个影片，吼，迄个有迄个拼音啦吼。啊，你若用慢就是影片，伊就爱两个 N 字啊。啊，这叫清型吼，大家听清开咧，一人听我话好难吼。迄个清型，你若白话字，你无可能同伊讲。因为白话字无写安尼，无写你要讲钱吼，也写 IAN 嘛吼啦，会晓用大家，所以你一定爱等大家开始对的。你个才是清音，啊，你若即个有两种可能，因为伊个系统是会当接受 IN， 伊有可能是这是亲，啊这是言，有可能，就是讲，即组伊个开始有可能切即两个所在拢是会当接受的发音。啊，当然，其中一个词可能是无意义的。啊，当然吼，倒转来讲，咱若自细汉读吼，敢若像用伊安尼用字字吼，你看字字，就知影叫做清型，无要紧，嘛无要紧。毋过你做者文章内底，咱规篇拢是罗马字吼，
确实，改做 ING 有伊个问题，会造成较大的困扰。哦，啊，精英，迄嘛是精英。啊，喂，分享即个事实呢，我刚才查字典，台式读书典就想精英。伊个精英，参咱即马华语咧讲的精英，共音无共意思，伊这是精神、元气、有精神的意思，叫精英吼，叫精英。这嘛是一个问题啦。咱咧甲中国台语跳落的时阵，你会发觉到吼，有一寡字词华语内底嘛有，也是现代台语可能叫华语拖定，啥拢有知影，有一个意思。啊，毋过50、60当前，日本时代较进前的台语内底迄个共款迄个字是无共的意思，这就是其中一个吼。啊，好，所以大家到头拄啊迄个问题吼，所以即个标准化到底是啥标准化吼？遐个制定班导还是教育部建议和一个学者专家，我甲讲啦吼，大家较头先嘛知，因到底一世人开偌济时间？认真咧写台语、读台语、用台语过生活，可能在座各位拢比较较济。我敢安尼讲，我熟悉朋友，迄有个足劲诶，规工就是24点钟叫计程车买粮诶。我朋友伊买粮诶，买粮出来，台语不要讲，我爱买。经验我爱买，我为着是要一句华语就无想要讲。你讲敢有需要做安尼？你无做安尼吼，你命就捡袂到。诶，咱像伊政治人物，你无要求伊100%诶标准。你家要求100%，伊可能讲很低啊，啊来要求很低，一定无低啊。吼，咱人讲是安尼。啊，所以吼，迄个有咱牵涉着，你有甲伊当做咱家己诶物件无？佮倒面较多发迄个吼牛仔裤、格子戏即种物件，逐个落去对家己有信心，讲你全家袂当安尼有袂赴，你安尼参社会冲突，社会生活是安尼，阮诶生活毋是安尼。毋过台语咱就倒掉，吼，台语咱就倒掉。咱感觉迄是一个爱听专家较对的话吼。啊，佫有另外一个，嘛是咱家己的物件吼。囡仔即个我等下讲者吼。囡仔即件代志，会牵涉到台语敢会死，吼，台语敢会死即个问题。我20当前我嘛想过即个问题。啊，318以后，我开始注意到即个问题是安怎讲的。过去咱若伫电视也是咱现场去一寡人咧讲抗争吼，抗议的场所，一定是用台语参与名，台语是用正义的，有足强的正义的信号，伊内底将伊的，因为政府就是无爱咱讲台语，所以我要用台语参与名。318，你当伊想318遐少年仔对一个徛伫台顶讲台语，已经洗掉伊啊，所以已经洗掉伊啊，全部318遐伫台面上遐个头人咧讲话，我完全无一个讲台语。无，我个一个朋友甲我讲，伊迄阵去讲台语，离开人家莫讲伊个话人听无。这已经洗掉了，所以我就讲，什么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我毋是安尼讲诶。啊，我一个朋友讲毋是，是昨日台湾，今日香港。因为中华民国政府来遮用国民教育已经甲咱规个世代诶语言拢洗掉伊啦。已经洗掉伊啊，所以咱今开需要讨论伫遮讲用一个台语的讲者来上台讲遮个代志吼。所以台语讲袂死诶，我就咧想讲，我认为袂死，因为大家迄时候恁厝里诶细汉囡仔，你若厝里本地讲台语诶，本身讲台语，恁诶囡仔对一个即摆个晓讲台语，会晓听无算啊，会晓讲，啊，佮讲甲生活上正常诶日常生活甲活动无，啊，所以若等咱一年诶，咱即个人死了，伊就对咱死去啊吼。所以我台语袂死，免接闭关后壁我会讲其他物件。啊，迄个，佫一个物件，我讲袂记家己。我伫遐提几波，我哪讲我哪感觉家己袂晓讲台语。我即2、3天认真去问阮老爸老母一寡台语的物件，我发觉到原来伊有遮济话，我无学着。我是早拢讲我啊，阮爸阮母啊的台语可能有8、9成，有听着，伫我身躯顶。我即摆家己讲差不多4、5成，我都头笑。有当时因翁仔某咧讲话，我注意甲听，因为迄阵少年就干嘛做学生，我就甲读册嘛。我读册补习班伫学校，甲人讲无几句话。即几当我注意听，翁仔某咧讲，我发觉着，因定定讲出我毋捌听过台语。你莫看我台语讲甲安尼哦，我前面长遮济哦，哦，所以哪讲我就感觉家己袂晓讲台语吼，袂晓讲台语。啊，这嘛是一般咱即摆。
做者家庭拢是安尼吼。阿祖，即个阿祖若台语100分哦，即个孙30岁人差不多吼，30、40分吼，啊，即个就是拢无法度吼，拢袂晓。我就调讲起来，我想讲，阿祖讲台语你听无真正常，即个正常是无正常，即个正常是无正常。对一个国家的国民教育教了，是用规个道德观上大的语族的语言直接断紧吼。正常来讲应该是袂安尼。啊，头一直讲台语吼，甲闽南语吼，这我个人分享一个我的想法。尽管迄台湾歌，迄是日本人迄个台湾语来称呼咱即个语言，啊，人基本上台湾语。毋过我2、3档，应该毋是2、3档，我伫网络看到人有留话吼，迄影片，有时我是讲有阿杜仔咧有讲，即个物件 ，How do you say this in Taiwanese？ 你安怎用台语、台湾话讲即个物件？迄个少年仔就甲回答讲，sure 就是，啊，我甲你讲，伊是安怎讲？伊讲出来是华语，伊讲的是华语，啊，尾感觉迄是台湾意思，是台湾话。啊，这嘛是即几冬啊，逐个咧乱的一个物件吼。台湾即个，以前我几若当前，阮兜大汉，伊阵才2、3岁，因为伊自小我先讲台语。有一个伫迄超市外口一个阿伯吼，7、8、10岁，骑一个脚踏车，看到遐细汉的囡仔参我咧讲台语，就从欢喜就讲，对啦，台湾人爱讲台湾话。我迄阵听着，我感觉硬着。我感觉这是扶老法西斯，扶老法西斯就是你开当独占台湾话一个名词。我迄阵是安尼想的。毋过即几当豆去看一寡物件，知影英国历史以后，佮倒来想作文的自我认同，我发觉着毋对呢。因为台湾即个名，以早是无人咧相唱的。迄可能是你英语当时时代，为着要对抗中国要创啥货，伊甲台湾即个即个名词变成一个国家的，迄个规个国家的强称，讲咱是台湾人。哦，大家都是台湾人。不过大家都是台湾人，我切到句话农场，大家都是中国人就行。我捌一寡，无讲作熟啊，我捌一寡迄个南岛语族的朋友吼，迄个夫，我就认同你个像迄个放假阿民族，听恁那边因祖公啊，敢会讲家己是台湾人？对啊，我就是放假，我就是阿米斯啊，我就是达我啊，我家己作文的称呼啊。我啥物人会称做台湾人？台湾人是咱讲台语即种人叫台湾人。所以嘛，旧年还是今年，出有一个啥物海洋相关的，头迄个黄头书迄爿的电影，伊内底就有一段，咧讲着啥物？迄个阿嬷咧教迄个孙，讲啥物？因爸爸就讲，伊主要伊华语的字无，伊就讲，恁爸爸去台湾咧趁钱。对因来讲，台湾是即块岛叫台湾，因红头书是家己打我的故乡，迄是因的土地，因的族群。所以我倒转来讲，事实上历史上台湾即个事情，我无人咧相唱啊。本来就是讲台语的人自称台湾人，讲咱咧讲就是台湾话嘛。啊，迄个汉人因讲合法，因有家己的语操的物件。啊，所以讲再来收起来个电台。所以，搞出来对一些。所以台湾话，我后来想通以后，我发觉着，迄个阿伯讲的物件是足自然的物件，因为就是感觉咱就是台湾人，咱讲的是台湾话，安尼尔。我无要骂尖什么物件，无，因为本来就是我家己安尼咧唱歌，你古早时阵你也无咧唱我小唱即个名，结果即摆大家拢咧唱即个名，啊嘛有一个笑话啊，啊照我咧讲台湾大学嘛，袂当叫台湾大学啊，全台湾敢教咱你一间大学，嘿啊，你袂当叫台湾大学，啊无其他人敢毋是台湾大学，吼。啊，像这嘛是网络里啊。因为我讲政府来以后，咧国防部啥物货咧送，迄阵嘛是叫做台语啊。啊是咱近来较挑人要讲闽南语，迄一定是因为伊个政治的处理哦。所以，思考到即阵，我对语言到政治到人咯吼，这一定是共款的，一定有牵连的物件吼。你像讲，咱要做台湾人吼，也是像我讲，你要做一种台湾人。有无共吼？还是要做种台湾人？古早的汉人嘛安尼是啊，还是你要做种台湾人？我感觉是文字的选择会牵涉着你的认同，一定的。吼，你若一直逐工面换去用吼，甚至去想，迄出袂开的啦吼。
咱头拄有讲台语敢袂死吼，咱倒来有讲，因为语言即种规个社会、规个族群吼、规个民族的物件吼，伊毋是个人啊，个人死去就死去啊，吼，咱一下数。啊，毋过文化物件有可能佫活，所以我后来我想个问题，啊，若台语一定会死，伊敢会佫活？吼，台语敢会活啦？敢我都佫活？即阵咱来倒来想，共款共一个问题，台语会死是因为咱的囡仔袂晓讲台语，所以台语若要活来，咱的囡仔会晓讲台语。咱囡仔会晓讲台语。啊，这嘛是我之前话一寡度，尤其倒手边迄真正是，我伫阮厝边隔壁拢会遇到这种问题。迄大人看到阮兜囡仔，像阮安尼做主人在讲台语，学了讲，这学了本身就有问题啊啦。我细汉时无人会学了，我会讲台语啦。等到阮厝边迄边，我以前我去负责因兜外省啊，甲迄个因兜口罩无共的，但逐个拢无台语家庭，泡水要像即摆尼久。啊，我即摆伊变成一个特殊的迄个技术吼，比讲英语佫较厉害。啊，毋过伊压落参阮囝讲华语，应该可能无想到。啊，这嘛是一个语言的迄个过去教育甲规个社会的文化的讲较重的叫做情绪啦吼。你家己去想吼，恁兜有饲狗仔猫啊？若有饲狗仔猫的吼，对狗仔猫讲台语的人嘛足少。咱这嘛是讲华语，对囡仔讲华语，对少年查某囡仔讲华语。毋过你若出去参阿伯、参阿婶，伫社会咧走动的。参人咧好拍拉客的，伊会较自然咧用台语。这就是语言已经有一种成见调伫遐，大家感觉讲，我要讲轻声细碎的物件，我要对较古锥的对象讲话，台语先粗，所以我讲袂出来。啊，真正嘛是安尼吼，阮团内底，等下我甲讲着吼，我家己咧舞，当咧舞台语团，迄。老爸老母参我会做认真讲台语，就算讲了无介好，参囡仔到今嘛是无法度改袂过来，改袂过来。啊，阮兜嘛是，阮兜是开始甲我讲阮某嘛，啊，互我吐，后来嘛是两边的老人嘛是，教我较习惯参家己的书讲台语，迄惨诶，爱调遐户口我都习惯做本地应该咧做诶代志。啊，即段我挑上来，我插播就是。伊听讲有一寡嘛是高雄要用学团的朋友吼，我分享一下我的经验，我这经验足浅尔，拄今年开始咧舞面啊，袂算舞出一个物件吼，这是阮的亲子共学，啊，这亲子共学伊事实上毋是台语，其实呢，伊就是一般，毋是讲一般啦吼，阮这个团足奇怪吼，阮这个共学咧舞这物件，但若讲带囡仔去参加共学团体吼，伫你咧想，你会想讲你要去做啥物代志？带囡仔去交朋友啦吼，啊参加一寡课程啦吼，听人讲故事啦吼，啊去做这做迄吼。啊，毋过，阮的共学团即种代志，阮无摆课哦。阮咧处理的是人的问题，阮咧处理的是人的问题吼。我听大家看哦，我入共学团哦，我自迄阵参加3档4档过来，我家己想着讲。伊规个团内底吼，无一个家庭讲台语的，无。啊，我迄阵想哪毋对，啊，迄阵阮搁准备要生第二个，我就想讲，哦，阮囝欢喜吼，阮囝欢喜，阮无甲教。伊迄阵3岁外开始参加迄个平常时诶迄个共学团吼，一礼拜老好带去2工，2、3个月以后，伊就会晓讲华语。嘿，我才想讲，你认真参恁个囝讲台语无要紧。你免烦恼伊袂晓讲华语，无可能，足困难的啊！第一你感动，我有一个朋友是安尼，无第一囡仔到今5、6岁，主要嘛是会晓听台语、讲台语，华语听无啥有。啊，我迄阵是因为我迄阵无打到足晚的，我迄阵就是放互伊参朋友佚佗，啊，所以台语我参讲会晓，华语嘛拢无问题，绝对无问题。吼，囡仔有要紧的。啊，倒转来讲就是，我迄阵就感觉讲我应该爱来舞一个以台语。用台语来做主体一个共学团。啊，因为阮的团体是安尼吼，逐县市会开无共的团，啊，一个团有一个领队啦，领队吼，啊，领队就是负责靠这个家庭来，啊，用你家己的方式看要安尼带这个家庭，大家互相去舞啊，好讲人的代志吼，等下介绍。
如果要甲人武好清楚吼，你对台对上一人，所以我迄阵为着要做领队吼，迄阵就讲有一寡车你爱看。这个时候差不多看一半较加啊，无全部看了，你硬斗斗啊，一本做看，有去看一本做看，这两本可能，迄个武向的册，伊咧讲教育甲人的发展的，这拢是社会学甲心理学的物件，我袂看了吼，拢咧看这。你去台湾找无一个共学团内底咧看即种物件，阮嘛有看咱个物件啦，因为迄爸爸妈妈带囡仔来吼，一开始大家嘛是拢想讲囡仔袂晓带，毋知要安怎吼，所以嘛有一寡阮嘛会吼一开始入来人建议参讨论吼，阮会开读册会去讲即个册。你头看较真吼，你发觉着，阮一直无咧做一件代志，阮袂去看啥物亲子天下、领袖小天才。一般强学甲外口咧讲教育甲教育咧宣传咧做商品的遐个物件，你注意甲看，因咧重点拢是要互你囡仔变作人。因拢甲重心放伫囡仔顶悬，我要教囡仔，我要甲囡仔变成啥物型，囡仔爱安怎较有规矩，囡仔爱安怎较会发展。毋过咱拢知影，囡仔会生做啥物型，参环境有关系，这大家应该拢会同意。毋过大家拢定定袂记一件代志，照顾伊个人。一般人是爸母啦，吼，也是个父母，也是阿公阿妈。咱遮个大人是伊细汉出世以后环境的一部分，而且是上重要的迄部分。因为24点钟就是参与遮大人咧讲话、咧生活。毋过大部分的大人拢无去想讲，敢若安尼，阮遮个照顾者是环境的一部分。环境爱愈好好，囡仔较会好。谁咱你袂想着要甲家己愈好。所以，阮的共学团是重点好讲啦。阮颠倒是共学即个学吼，啥物人爱学习，是大人爱学习，囡仔免学习。囡仔等的自然会学啊。你若像你捌从我先呢，你就知影，到3、4岁，说我讲话可能通常，你听伊咧骂其他囡仔，也是咧骂厝边的狗仔猫仔，迄开口参你共款，家己学的，你无甲教，伊家己学的，因为你就是安尼家己念的啊。所以，阮有一个重点。就是大人较是需要教育的迄边，大人教育是足困难的，因为咱大人排足侪过去的包袱仔是会，咱足侪观念的坑哦，坑伫遐你抛袂开，抛袂开。人莫讲哦，阮第一点哦，阮迄阵若开招生哦，阮差不多3、4个月开一个班，招生互人来报名，来请迄个创办人迄个郭祖母来上2天的课吼，讲一寡基本观念。第一个要求就是，囡仔袂当讲，袂当骂，袂当甲声，袂当加危险。咁看着几个你安尼要安教囡仔？毋过咱咧对台一般的大人，咱袂用讲的，袂用骂，可能用一寡好处去甲声，去甲拜托高声去做啥物代志。毋过咱倒转讲就是讲，因为伊重点就是人吼袂当用训练动物的方式去训练，袂当用行为去控制。无以后就安尼啊。因为细汉有权利的、有权力的迄人，一个面色吼面手歹，较大声的，伊就揪去啦。去到学校，老师嘛是安尼对待伊；以后去到公司，头家嘛是安尼对待伊。规世人拢做奴才，拢爱看人的面色。伊迄人性会变甲足奇怪。有偌奇怪就像咱即摆讲奇怪。咱即个大人是上面倒去想，伊做侪物件吼，拢你有明知一件代志毋对，可你无迄个勇气去甲解决吼。我迄阵袂是大咧，有时仔半不争气啦。囡仔若做大势，你甲拍看卖，就拍无看咯。所以人咧讲啥啊，青少年有啥物叛逆期？以我的理解就是，迄个时阵伊无得参与对抗。伊若知影去倒位会当大会当食，伊会开咱参与病，甚至迄个可能开个病较有。我就参与病啊，我才要听伊个，像我嘛敢参与大声啊。哦，咱像我细汉，我因为像我细汉就惊狗啊。较细只狗嘛，因为我毋做细汉，我一直到高中以后，我就毋惊狗啊，因为我觉着大部分的狗拢比我较细只。我体力会当参与病，我就袂惊。有啥物种道理啊？搁有阮嘛咧练习，阮的共学团嘛有一重点，咧练习安怎参囡仔讲话。咱拢足欠款安怎参囡仔讲话，咱感觉囡仔毋捌。毋过，这个倒转去你问你家己一个问题吼，囡仔若毋捌，伊几岁才会捌？你测袂出一条线。
你别讲啊，你今仔日3岁生日啦，我感觉你捌啦，我对今仔日开始啥物讲道理，就感觉即个大人怪怪啊吼。讲台语嘛是安尼啊，你讲啊，你今仔日18岁啊，爸爸要从你开始讲台语啊，那种啊，差我18岁，当出小阮老爸就笑伊吼。袂当安尼，因为咱人甲人的直接是习惯性的啊。你着自细汉就是用迄种方式参讲，佮再讲囡仔拄啊出世时阵，伊真正啥物拢毋捌的时阵，你趁即个时阵，趁你2-3岁。进前，你开始耐心去改变你家己，迄随常是咧改变咱大人讲话惯性。咱若是惯参囡仔，就算伊听无，就算你甲换着主啊放一句屎叫到规面床，你嘛是好好甲讲，也是安怎样？你著习惯安尼参伊讲话。你若讲我等下几岁，我较要参伊讲道理，你绝对讲我大讲吼，因为你家己无改变。我的度吼，大部分拢是较轻松，啊，毋过我嘛做到有即种乌索索的度吼。即个道就是讲，强啊，同埋咧做一件代志。即阵仔你若咧看有一个乌巴桑咧选举的，迄个是共和党拄出来候选人来市段。但我家己无时间去补迄吼。阮咧做代志是讲，你若带过囡仔出去外口，查甫的无算吼，查甫人带囡仔去外口是会烦的吼。查甫人带囡仔去讲，你只要家囡仔菜档遐，你家己踮遐摀手机啊，大家咧家己学乐吼。哦，即个爸爸有够的啊，家己带囡仔出来。毋过，若妈妈带囡仔出去吼，你坐踮遐摀手机啊看卖，啊像迄妈妈到底有咧顾囡仔无？啊囡仔若发生意外要安怎？吼，伊囡仔伫遐装迄落游虾啊，差不多踮遐要弯起来，啊妈妈毋去处理一下，拢安尼啊？啊怎会指导这指导迄吼？女性就是哪出较毋捌安尼吼？你若查某人带一个囡仔，莫讲一个还是2个。有个带3个，较少啦吼，带一个好，一个细仔囡仔2-3岁，你去坐台铁长途的火车试看卖，迄压力有够大个大。你做明我的囡仔，等一个腰，等会烂，会吵，坐袂牢，想要撞来撞去，差不多大部分人拢会感觉你无咧教囝。啊是啥物正常的动物的细只动物出世就乖乖伫遐袂叮当的，迄就是破病啊！破病囡仔袂叮当啊，吓啊！洋娃娃小朋友袂叮当啊，正常囡仔一定是活泼的啊，一定是安尼走的啊。咱的人的天性就是安尼啊，就是想要爬悬爬低啊，伊咧发展伊对环境的认识嘛。啊，毋则讲你甲囡仔拢关伫厝内，哦，这危险，迄毋通哭，树仔毋通爬吼。啊，要耍迄游虾啊，一定爱爬楼梯排队去一个溜落来。上尾啊，较发觉着囡仔发展无正常，该去做啥物？台语我毋知要怎讲啊，可以叫啥物？感官统合，什么无限制迄种物件。啊，你若平常时就放伊伫草坡仔咧教咧耍，落雨慢慢去笑。哎，讲较白啦，迄石头沙只就嘛袂安怎啦。伊安尼伊的五官的发展就会正常啊，就会正常啊。你较有小个尾仔去开钱去做啥物治疗，做啥物，讲啥物囡仔有啥物敏感的啥物，然后我袂讲做医疗元素吼。所以当然讲就是咱现代社会有一个足奇怪的物件就是。甲本地物件放掉，啊，用足复杂的有诶无的物件去处理本地就足简单的代志。啊，当然教育部对台语甲客话的处理，在我来看吼，什么是本地就好好伫遐会当用的物件，啊，你连要补一套，哦，要补一套，无自然的物件来用。啊，阮头一直讲着，阮中学同学重点就是，阮要求大人袂当对囡仔拍甲骂，上基本迄上基本。啊，毋过你一定会有性地，我毋是要叫大人做性人吼。毋过你有性地，像我嘛定定咧，我当时迄落性地也去，有当时你人忝，吼囡仔咧杂，你有当时会烦，有当时你嘛是大声。啊，毋过我一定会甲，我若是当我去袂生气，我一定甲我囝回实咧。我若讲歹势，我爸爸足烦的，对你态度足歹，我一定会甲讲，我甲我囝回实咧，嘛回实咧无世界啊，系啊。啊，在座人查甫，你感觉伫家己的囡仔孙仔面头前哭过？惊的啊，查甫人歹当哭。我伫阮囝面头前嘛哭几届。这就是互伊，阮就是要求咱人爱有正常的情绪，要有正常的迄种生活的对应啊吼。啊，像这个道理嘛，做侪人转啊，因为这事实上，我过去的经验，甲我看别人的经验，定定是安尼。囡仔有当时啊吼。一寡代志，你伫代志发生的时阵，你感觉伊较会作气，较会作搞怪，较会要做即种代志，互你生气。毋过尾后你若佮注意去感觉，较想，
你发觉着伊大部分的代志拢是有伊的理由，伊拢毋是乌白做的。啊，毋过大部分的囡仔毋是安尼互对待的，拢是安尼互对待的。时间一个故意安怎？我无爱同你讲啊，你问我无爱甲你讲，讲好好，就感觉我就是无乖啊。就算我是正讲要做啥物代志，你嘛会怪我。啊，这迄个爸仔囝吼，无仔囝的迄种信任关系就会哪来哪歪。啊，啥物代志就甲你讲，我要甲朋友讲，甲你讲，啊去学校交一个朋友安怎你拢毋知影，甚至毋知影，因为伊若甲你讲，你第一个反应就是烦恼就甲念。你毋是先听伊讲了，你敢若开喙尔，你就要甲念；你敢若开喙尔，你就要甲改变伊的想法。啊，伫即个过程，伊就会愈来愈无想要参与讲。好，所以头尾讲共学团，阮的共学团参人一般较无共，啊，毋过阮招生即两工嘛足困难吼，因为即摆一般市面上迄种共学团有课程的较好招生啊，有课程的真较好招生，因为大家对学习的观念嘛是像迄种一定爱去上啥物课较会晓。啊，我嘛拢问大家讲，咱大家出社会到即摆，还是讲对过去到即摆，你有偌济你足厉害，你做有做的物件是你伫学校学的，无济啊。足济拢是咱出社会啊，是安怎咱家己有兴趣，另外去找资源来学的。所以学习这件代志，毋是一定爱伫教室内底吼。啊，咱讲着共学团，阮的共学团内部处理人的代志。啊，我家己设想，我即摆伫阮即共学团内底，我即团要用台语团，我要顾的是，我那个问家己，若倒一工囡仔问我讲，啥物，咱是台湾人，啊，啥物是台湾人？我要哪甲讲即个物件？即个是咱家己认同的问题，考当头拄迄个议题啦吼。你总袂当讲我伫台湾过生，我就是台湾人啊！迄种定义伤过奇怪啦，嘿，伤过奇怪。啊，所以。像我有一个朋友伫台北，伊两个后生就问讲，啊，遮讲台湾人啊，较无人咧讲台湾话，拢讲华语啊，系啊。啊，所以我家己的团吼，我目前较2户尔，足少，真正足歹经的。迄个我要做的代志，这是我线路要做的代志。因为之前我拢是放有食草，互大家熟悉一下安尼吼。要做的代志就是我要求大人甲囡仔讲台语，因为你大人甲大人来共学团讲台语无意义啊，咱重点是要互囡仔会晓讲吼。啊，这我按算要对讲囡仔册绘本，对讲囡仔册开始，大家若像囡仔吼，毋知要参开始讲台语的吼，就当对遮开始，你参讲故事、讲册，伫讲迄个翁仔册、囡仔册过程内底，足侪物件你就会起想办法讲，我要哪用台语甲这物件讲出来。这困难度差，我要甲。物理化的物件翻做台语，可能袂轻松，对倒位去，做这种西洋来的物件，吼，也是华语直接的物件，你来想办法去脱离迄个华语也是英文的迄个字面上的迄种物件，你爱家用台语去定想一解这个故事是安怎的，你会当安尼甲讲吼，这对大人是最好的练习。啊，若囡仔一开始袂习惯参你讲台语，你用讲故事的这个时间，互伊习惯听你讲，这嘛是。一种方法来吼，这是我家己咧设想的。啊，下骹第二点就是，我要互大人会晓读甲写台语，罗马字、汉字拢爱会晓。因为头大有看到啊，罗马字、汉字过去的文献较济，文献内底拢是宝，拢是咱还袂去看到的物件。做这物件就是一直伫遐，咱毋知影，咱去找着，咱就免去家己发明。而且伫迄个文献过程，我是一两当，我嘛无注意即个工课无用吼。啊，你有当时无当时去找一下。我家己对台语的语感会变愈来愈好，台语的语感会愈来愈好吼。所以即个物件就是你大人，我头讲的大人是囡仔成长环境的一部分。你若要互囡仔会当讲台语，用台语过生活，你大人就爱有法度变成迄种环境的一部分。啊，即个过程咱就爱去甲过去无迄物件，佮一直捡落来。所以你爱会晓读会晓写，你较有法度去找问题，你较有法度甲有法物件捡落来用，吼。这是我家己是安尼想的，所以我可能会真正伫我团内底去，真正就是会开课，啊，毋过是有大人的课，互因来学这台语的读甲写，反正去找物件吼。啊，因为台语要有新的生命吼，就一定还有新的台湾话。这个新台湾话真的管到林茂生，这是日本时代，后来国民政府来
用从是迄个，伊迄阵就伫遐开一段吼，连续咱几期啦吼，咱做10几期有社教会无？伊就开一个叫新台湾话纪念馆。啊，迄当阵的新台湾是迄阵的新台湾话，就是迄阵的日本的文化入来一寡新的艺术，叫对汉字来的，对日本的什么外来语转来，啊，台湾人就摕入来用，叫做迄阵的新台湾话。啊，对咱来讲就是古台湾话啦吼，啊，毋过做侪人嘛毋捌听过。啊，迄个物件我迄阵嘛有整理伫网络顶，我甲袂整理了吼，我迄阵有录影片，因为我阵就是家己先读了，啊，加录做影片，啊，放伫 YouTube 顶管吼。啊，过来即段，时间够有无？即段是我头先一直讲新台湾话吼，来碰着翻译的问题，翻译甲具体外口文化物件外来语翻做台语。这是一种工课。另外一个工课就是，有当时翻译翻袂过来，你家己创造新的语术来对应迄个观念，这嘛是你一定要个代志。啊，这是我迄阵一个影片内底一寡 slide 我甲捡出来，只甲大家讲者吼。台语个华语本地就有共同物件，迄汉本地物件，也是汉字本地就是讲意思说，即个金属的物件吼，台语华语拢是遐个字吼，啊当然读无共。啊，毋过一寡意思差不多。90%以上拢是共款是，也是讲100%共款物件。啊，发音也是咱的字就是无共吼，像迄什物查甫啦吼，啊猪哥啦吼，即种物件。啊，这物件吼，大部分台湾人即摆调伫遮吼，一关都袂过啊。一定做侪人讲啊，好色台语怎么讲？啊，猪哥啊。啊，毋过猪哥这个物件，即摆我一年的以下的，可能想袂出来。啊，莫讲我一年以下吼。阮老母70几岁，捌读过正式的学校的册，因骗我人，后来读高中。我伫即2、3趟认真咧教的过程，我发觉到，台语的体话是全面性的。什么叫全面性？伊即种背景的老人吼，有一寡意思，我咧甲问的时阵，伊安怎么想？规部有想讲，他甲讲啊，会当安怎讲？啊，伊讲，即句伊足久无讲的。无人参与讲啊。系啊。结果老东西有嘛转去啊，也是讲大家住无共个所在，啊嘛无机会搁像我安尼开讲啊。啊，搁有搁较落的，恁敢会讲反正？嘿袂吼。嘿，回定，我这是我家己标准的。我伫过两个月前，我问阮老母讲，因为我自细就听伊拢讲反正，我问讲，恁敢有咧讲回定？伊讲有，因为我伫平就是讲回定，伊无咧讲反正。我讲你后来开讲反正。啊，我就拖就讲掉呀。我安尼才会讲了吼，所以我都认真咧听伊讲，因为我做对用字做敏感的。伊嘛是拢一直讲反正。伊会晓，我意思是讲，毋过伊无去学校读过，是伊阵伫平常做艰苦的。我要讲的，迄是社会全面性的。我要讲的全面性的意思就是，因为就算无你去学校读册，就像阮囝，我无教伊华语。啊，毋过因为其他囡仔参与讲，伊就会晓华语。阮老母伊为着做啥做生意，伊接人客足济，伊做药妆，伫菜市仔内底，来去外省啊嘛有，客人嘛有。啊，伊迄本地伊就是时间久，迄就是规个社会安尼做伙演变，所有的人拢对华语迄边去。就算本地是台语底老人，嘛是安尼。啊，莫讲你即摆出去外口看，迄阿公阿嬷参孙对是讲华语的。系啊，迄台湾腔重有够重的重，嘛是要参囡仔讲华语啊，因为无比较解释件代志。啊，吼，这是一个。过来迄阵我咧翻这个过程吼，就想到一部吼，讲啊，日本遐济汉语的词吼，应该是制作的汉语词，咱敢袂当就跳来用？啊，实际上咱已经用到济啊。头拄伫无省的时代纪念馆内底有足大一部分，就是咧讲迄阵的日本的汉字词，伊就是讲即件代志。啊。我这要讲一个物件吼，因为像我即种政治思想的人吼，甲我遐朋友，因为阮就是要断这物件，阮要甲时间点切离中华民国的政府的国民教育进程的代志，阮就要甲捡出来。所以从中华民国来以后，华语90年物件，我无爱，我尽量，我有意想要甲先甲排除掉。以后等我健康啊，要来交流去讲。啊，无因为啊，日本时代新台湾纪念馆伊的日本书，你要甲台语嘛是台语。伊变佫较侪词会当用，佮伊台语的句法啥物话拢无变。咱即摆毋是，咱即摆是华语全部入来，台语毋若词照华语的词，咱连文法的讲话拢是华语的句法。像我做者上简单的练习，你试看觅，规工拢爱讲妈。
拢莫用什么话骂。这对大部分人来讲，已经足困难的。啊，不过这是当练习的吼。啊，像这种做，阮迄阵咧想话讲，啊，电话12加数警察，这几个字是欢喜的来源，所以我无爱用。啊，尾你去等于做事实上还是欢喜，嘛是对日本接过来。因为日本伫，我有看起来吼，因为日本迄个因现代化因就创作一个新的词，什么社会民主。遐物件，遐事实上讲是日本来的，啊，所以伫即个过程，我只是要讲，我会较加一步，就是去确定讲即个字数吼，是毋对日语的汉语词遐借来啦吼。啊，佫有一个嘛是，像我迄阵要舞一寡，舞一寡画，嘛是有你的物件，有一寡物件吼有留伫咱台湾社会，碳素可能无啦吼，水素啊，卡泵做侪人咧讲的。可以讲碳纤维啦，卡泵的材料吼。啊，即个较少讲上手都侪，上手入面来就是侪，吼。啊，电子报可能较无人讲，像种物件你嘛是爱对意在问题去捡来，无是恁兜的老人是迄方面的又捌过工业的物件，你敢无？讲啊，恁迄阵伫工厂，恁啥物物件是安怎讲的？恁的机械的啥物运作是安怎讲的？迄拢应该爱去甲记录落来吼。啊，佫有一种是专两手的外来语。日本人对英语也是德语也是欧洲的语言借入来，用日本的方式发音。台湾话直接去借日本的发音，转做台语腔。像乌多摆吼，事故大种物件足侪。啊，佫有一个较好处理的就是吼，华语对英语转一寡，尤其人名，即圣经内底规项拢是。所以林准用魔术因有前几年有补一个。专门圣经吼，因就是甲内底人名跳过，因就是吼，像即个牛顿就是，摆做对照看做牛甲豚吼，安尼足奇怪，安足客吼。咱来做一件代志是，咱想办法去看原文安怎读，咱用台语的腔去改迄个原文，那所以日本人安尼转做咱台语发音，所以什么雅丽的，还是什么话吼，牛痛还是牛豚吼，看你要安怎换迄个音，迄当然只要。啊，对调整嘛，迄需要大家去激头啦吼，尽量写迄袂要紧，直接跳过华语，因为咱无需要用华语做字首的专文吼。啊，我头讲的专门圣经类似应该代志，因为耶稣即个名，拢改了的，叫做耶稣还是啥物话，伊就是用本地迄个发音直接转做台语音啦吼。啊，佫有一寡物件足困难，讲足恶解性的，有一寡物件是用足久的词啊，可能上100档拢有啊。像迄地名，本地就是用华语去发的，啊，遮要安怎？这我就袂，我因为真正人生有限哦，这我就想无去参啦。这个因为大家社会上讲是安尼用的，就是先较准过。这个照顾地安尼用吼，社会关系。啊，佫有一个人名这嘛足趣味吼。迄阵吼，这我真有无共的想法吼。过去我的想法是讲。阮老爸就是安尼啊，伊咧讲啥物中国武装吼，咧讲迄阵一个啥物故事吼，拢是用台语读汉字，用台语读汉字。啊，毋过后来咱有即个想法，就是咱爱尊重人的名的发音，所以是不是较好的方法是咱爱对日语的发音直接读台语，因为台语的英文系统比日语佫较宽一点嘛，所以日语读出来音，咱台语差不多会当直接读出来，会当转做台语的发音。毋过后来佫想一个问题就是讲吼。你若考虑着讲，像我无读册的台湾人，一个发音上基本应该是会晓讲即个语言，用即个语言做母语的人，伊有法度自然讲出来的物件。啊，你若日语毋是逐个人拢读，你要互伊读日语的发音，到底有适当无适当毋知影。啊，不过确实着即摆现代人的教育水准有较悬，普遍较悬，即个出题吼，我后壁记者就好啊。先看这，迄个法字控制哦，这是机械的控制物件。华语甲法字发做模糊啦吼，台语你会当照样模糊吼，模糊控制听起来无好控制。你会当，我当然袂去用这个去发台语，因为足奇怪的，嘛无迄个意思。法字你会当直接用音来转台语，毋过问题是客话无问题，客家有 F 这个音，台语无，所以台语会当变成华字。你讲花字足奇怪，这就是咱头壳内底调的迄个印象。你讲安尼是台湾腔无水准，啊
啊，毋过你若要翻做台语腔，就是干来用来发一个音，花字。张如虹先生伊主张爱引新的发音入来，去对应外来语，所以伊的理念，伊会引一个新的 F 的音，来读做发字。爱听个咱像较紧，啊，毋过即个看我头讲的，咱敢有需要为着外来语去改变咱本地台语的发音系统？我个人即摆是无赞成安尼做啦。啊，毋过即摆因做啥讲，因为咱即摆台湾人对英语拢足熟的啊，所以对发出的音无问题，所以是毋是会当一个轻了音？我即摆目前是无赞成，我是本来想要用本地发音来做这件代志吼。啊，理论。逻辑你嘛是迄阵，你若用这直接去做，迄个啥物逻辑啊七吼，我毋知我袂使直接伫安怎读。你嘛，我迄阵是想讲，你要读做逻辑句，我就是安尼分的，我是安尼翻的。毋过我头壳内底调物件是我哪要讲的，大部分的台湾人可能拢感觉讲，咱会习惯用自己的发音方式去翻即个音。毋过注意，咱台语内底有。做侪声，做侪发音是一字无的。我后来家己改做这个，这是路无问题。这迄个课吼，我甲翻做路，这是直。咱本来就有入声的尾，伊直，伊个就是缩起来，要搁发迄个音吼。直，我用这直。啊，毋过台语本来内底有一个较熟的叫做理路吼，你思考的理路是安怎？所以即个情形，你若会当对以早的台语抄出来迄个词。我感觉就用迄个词是上好的吼。啊，像人讲日本话是汉字是遗传字啦吼，所以从我嘛常讲，咱是就是用日本的，因为迄个遗传汉字对来讲是伊的，啊字就是小单元叫做字，所以伊规个汉字拢是伊的意思，所以咱会当直接摕日本的即个汉字来发音，啊无就是直接用台语若要上紧的音就是子音，也是叫一个音节叫做进。迄是对迄个发音，这迄种想做这有诶无诶吼。啊，毋管安怎讲吼，有一个观念是，台语甲华语拢借出侪，会当借出侪日本诶汉字诶语词，直接来发咱家己诶音吼，这是一个方法。啊，毋过较健康吼，像安尼，就符合你注意看内底诶汉字做侪，华语嘛拢是照安尼用吼。啊，毋过相信应该是华语抄日语啦，日语抄华语诶机会应该较低啦吼。这是一个方法，足紧。但毋过若较迄个较健康诶方式，我是感觉，即个道理就是讲，毋管是日语、台语、华语，逐个家己去找家己适合诶汉字，还是音来用，就是逐个无相添啦。是讲我甲你教，还是你教我教啦？就是逐个拢汉字文化课，我迄阵逐个拢家己诶物件嘛，家己用家己诶语言对汉字诶理解去照迄个字出来吼，像汤迄个字。台语内底你就摕汤来做泡洗上热水的迄个意思，啊，毋过日语就是安尼用。啊，毋过你讲一直用音吼，音去翻译有出问题吼，我才举几啊个吼。这是英语啦吼 ，game， 啊 game 华语翻做游戏嘛，啊台语你要安怎讲？日语叫 game， 所以习惯来讲，即摆社会上会当接受可能是我用 game 来写做台语的嘛。毋过因为我头先讲过，台语的发音比日语搁较硬，我会当甲分做两个音节，因台语本来就即个音，而且伊个做接用的，是安尼是，根本就一个音单音节，所以个你本来会当用做一个，可能你免甲读出来，啊这嘛是啊，吼，迄个汉姆日语叫汉姆。啊！你若照安尼翻就是含，这迄个张如虹迄个字对毛修饰字吼。啊！你买那个含落来，你买那个含落，因为台语本来就会当发一个音，吼，含落来含吼。啊，台语大书顶最上有收火腿即个词啦，拢是料理的本来，伊会当去做。啊，像这古罗，这做现代较现代化的物件，日语当然是读古罗，日语就是照英语嘛吼。啊，你若要安尼写，你就可能是写做安尼古罗。啊，毋过我甲一寡朋友吼，阮拢无讲好诶哦。我发觉着我两三个朋友因后来翻即个字，参我诶想法，翻出来差不多是共款诶，有一个安尼有拢。譬如我头讲迄个，本来我两边搁较后面无用发出来，因台语本来就学一种音，
所以后尾咧录就是录迄个物件，补录吼。啊，你讲古人关系开始感觉客客吼，所以我后来体会就是，台语的发音系统是相比自己搁较宽。啊，因为我毋是语言专家，我无法度去比评讲对应的关系啦。啊，毋过就是讲，若客话吼，学班要做即种代志，比台语搁轻淡薄济，因为发音系统比台语较宽，因为一寡发音会搁较严。啊，所以我的想法是，咱毋免搁学过去日本式的台语迄种发音习惯，咱会当真正用台语的发音习惯去想因的反应吼。啊，这是我伫过程内底两个做处理的，足侪人。我用做嘛，足侪人无注意台语有即个音，松，松用药酒的松，人松的松过嚟啊，松，草啊字头较多，松，松，真正台语有一个音，搁一个啦，我讲梅人，啊，要讲梅人，啦，即我自然较知影，伊查内底有一个字，即种音，我意思讲，你若一直拍拼用台语的腔口发音去想，伊面对迄个问题，你来去学足济，你根本啊无想过，还是已经前所未有的发音的物件出来。这种福建的过程吼，啊，这条跳过。啊，以前吼，我想讲是，你若音译吼，音译毋是万能的啦，音译会做出济有的音赞吼伤长，你专照音译出来，你会足艰苦的。像迄个华语译百科全书，迄个英语 encyclopedia， 你要哪译？我千万用西国语了，你袂当迄个，用西国语，迄个这是一句，哦，用台语，迄个叫考词典。我以前看到一句安尼写，我感觉有即个对，什么意思？查字的叫字典，查词的叫词典，查代志叫词典，足合理的。以咱对汉文的理解，词典是好的。但我咧想，这笔考试对我来讲嘛是难用。我阵就头壳想一件代志，咱讲万项。代志拢爱安怎处理万项。我想着我来用万项，我去行我咧学墙顶，我去查台语图书顶内底有收万项书、万项代志，即种讲法。所以咱来用台语的理路去想，即个物件我若要甲反，我就甲讲，伊叫做万项书顶，互你查万项的代志，合理啊！吼，即个过程会刺激咱去思考，你的台语的理解会愈来愈广吼，发育出就是安尼。啊，毋过迄个报一款物件，就是你爱面换去找迄个文献，这嘛是日本时代啊，制用工业，尤其专门写两三篇工业性的物件，化工的物件，搁一篇咧讲啥物的，这就啥物？像这若读过高中化，迄个初中化学就知影吼，要化苏打，伊的迄阵台语应用伊的汉字来读，就是读即种物件。啊，像下骹即个。伊嘛是苦图吼，即个物件苦图。你会当伫过去因的工业的文献内底，找着做者即种化学品，吼，即规版即两三组拢在讲一寡化学品咧制作的一寡物件，台语是安怎读的。咱若甲这物件先学出来吼，第一，咱会当直接摕英国啊台语的人、台湾人安怎讲，咱直接捡落来用。第二，伫过程你当学着，伊是安怎去翻译迄个物件。你会当有基础去创新的相关的事出来，你的知识会增加啦。啊，关于几啊生活咧，有一款物件是咱生活业集起来台语语感吼。若细汉像讲台语的即种台车的牌子，你拢应该会晓讲。嘿嘿，我是讲米零的啊，到免路的啊，到西免路的，免路的，免路介绍。啊，你讲免路，你就讲免路的。啊，种物件是日常生活创造出来、处理的一种环境啦吼。啊，像即个变哪环境？袂当了。我感觉我好像卖做栋楼下边吼，这怎么样卖做栋楼？无啦，迄家己学袂翻的。啊，迄阵咱细汉在讲美国总统甘纳迪，无啦，迄嘛是学袂翻的。啊，讲一个较正经的吼，华裔吸尘器即个物件，甲口罩拢无啊，用120档啊，大概嘛是袂晓讲。这是英语原文 vacuum cleaner， 你若要照这安尼音译吼，嘛会当。嘛会当安尼讲，啊，毋过佫有较好的方式，我个人这是台南周定邦老师伊面前顶我写的，因为迄物件咧吸物件，路头上叫螺啊，哦，啊，迄落吸物件叫吸啊，爱插电视、电冰箱共款，伊是插电，所以叫电吸啊。
对我来讲，这个事是上好的。伊就是足简单，就是台语的物件，徛来顶档，倒出一个符合新的开发的物件，这是一种创造性事方法。啊，这个基础就是你台语语感觉一直甲捡落来，无你无在做这种代志。啊，我刚两个想着讲，啊，若这种，哦，伊个扫地机器人嘞，嘿，我就想讲，啊，伊个吸啊，哪走啊吸，敢毋敢叫走吸啊？啊，毋过当然啦吼，因讲即种物件上大品牌，迄个产品名叫润吧，啊，润吧咱来用台语叫润吧。嘛是会使啦，啊当然就是看大家安怎用的惯性啦，这拢袂要紧，这就是无是标准化物件吼，啊大家尽量用就对了。啊像这个 hamburger， 你当讲 hamburger， 来当用一支枪汉堡夹拢会当。毋过上骹迄个，这嘛毋是我想的，这迄个区域曾经想的，伊伫个部落顶关写，伊讲因为咱物件包伫胖，也是内底个搞物件。所以就变搞，啊，内底拢是块肉，烘肉也是真诶，我袂要紧，叫做烘肉搞。烘肉搞尔，伊意思有对咧，音拢有对。我感觉即种是最赞诶。这就是你音感，台语音感爱揣倒来，你台语语感，你诶迄个思考诶方式爱揣倒来，你才有法度安尼创即种新诶事。安尼好啊，安尼袂歹啊。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讲，你莫惊，你尽量去想，尽量去想。啊，这我家己，这我家己诶。我迄种都是较简单讲法啦吼，叫做美国啦吼，水果讲美国我听。还有 YouTube， 这个我来甲单调。你日语是翻做 YouTube 迄款，你甲迄个无翻出来。啊，我感觉讲，你台语感觉 YouTube 嘛会使啦吼。啊，不过我来讲，因为英语是 YouTube， 所以我来甲迄个去掉，我来读 YouTube。啊，后壁这个 channel 这个嘛是像一部吼。全人你要讲宾德，叫华语的音，西德又无是宾德。第迄宾德是原来会使啦，因为本来是迄个全人迄种通道的意思啦。毋过后来我就想到即个物件，过去咱有电台，后来有电视台，即摆网络叫网络台，就是我即个网络台，吼啊，你有你的网络台，我的网络台，咱咧放送咱的物件，所以我就甲 YouTube channel 换做 YouTube 的网络台。咱电台、电视台意思就对啦吼，这是我家己想的，我家己用，所以我后来结论就是吼，我就来先讲先行，敢讲就去吼，因为无人咧讲，你就尽量讲，啊无讲无人知吼，讲久你就袂记吼。但是若讲毋对，后摆再去讲，就先讲先行，你无讲伊就无去吼，无迄个机会。啊，过来咱就用台语尽力讲各种的知识吼，所以安尼你就讲即个吼。都20年，我做到的。这100几啊咧。我即摆即几档我家己生活的重心吼，当然即摆我无多趁钱做无菜，无做想要讲看啥物人饲我来扶这物件。我个人认为，即3项物件是咱会当掌握的，咱会当去舞的，就是因为台语虽然台语的可能是咱人济，所以迄阵国民政府要打压，咱就是迄个互拍迄个拍墙贴。啊，不过这嘛是好处，因为咱人济拖较久较袂死遐紧啊，袂死遐紧，所以咱的资源阁有一寡尾啊，有一寡尾流会当去甲捡落来，吼，有一寡线线去啊。啊，你讲政治的物件有人咧舞啊，吼，其实我迄阵嘛做想要舞政治啊，插舞投票啊，啥物货。啊，不过即摆想想体制内物件吼，你舞伊会变人足困难。啊，我真个想法是，我无一定爱伫我即代，我即代要会成功的机会。无关，不过即种后一代袂当比我这个较惨，所以我即摆我后来思考了，我即几档我会甲讲是讲我感觉教育语言甲文化是一个族群一个民族上深的物件。即个物件是嘛是你自由度上大的，官方管理无在着甲你管啊。伊上紧是绑写你的资源，互你做起来像我这样无资源咧做艰苦尔。啊，无你看啥啦？即摆中国即阵仔的新闻，因迄维吾尔王国讲安怎通集中营，伊嘛是咧洗因的语言啊，洗因的宗教啊，佫较恶一个，因洗因的迄落针，就是叫因的查某人爱嫁中国的汉人的查甫人，即个工课。啊，咱因为迄阵，咱才是因人较济无迄落种族的迄个情绪问题，毋过咱伫教育语言文化来讲。咱随从70档写起来，
咱纪录片有做咱足侪物件，就是，好讲一句话啊，即摆少年囡仔出去甲国外，人也问伊讲台湾意思要安怎讲，即个台湾要安怎讲，伊讲出来大概拢是华语啊。你已经无去想着即个物件，伫过20分钟，毋是即个情形。啊，所以我鼓励大家讲，有机会就是即几项物件来学着。语言一定会较少，语言的选择对我来讲是上界正义的物件，一定是上界正义的物件，包括伊的文字系统吼，啊，包括你，你教咱即项袂对，所以阮中学团吼，我想到佮结果就阮中学团5、6岁以后就出现一个问题，5、6岁以后囡仔爱去学校，所以阮有小学以上的中学，像阮囝、阮后生大汉。即摆若伫学校算是，啊，毋过阮无入去学校，阮咧申请迄个自学啊。即摆法规算较严啊，阮一捆头运气袂歹，阮伫台南，阮申请逐档小学自学拢有过。意思就是阮逐学期交一个报告，讲意思来咧个好啊。按一档会来看一届安尼，啊，免入去学校。啊，免入去学校，像我讲诶，即摆网络资源得济啊。啊，讲较歹听，咱逐个老爸老母也毋是无读过册。咱大概普拢知影要去对找资源，还是找朋友，大家做伙补物件。囡仔是够好诶。阮后生英语吼，比我高中诶时阵好。因为伊自细汉，我甲阮某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座可能有做干嘛？华语诶配音事实上无介好，华语即个影片配音拢查无自然，迄感情藏无入去啊，角色是角色，声是声。所以我自以前我甲阮某拢习惯看影片哦，看原文的，一般来讲会入去的啦。听有，你去看无听原文较自然。阮囝自细阮找迄个红仔影片，才会好看吼，囡仔影片，拢是找日本的。伊4岁外咧佚佗，家己讲一句日语，我惊着。伊讲 dinosaur 啊，伊讲ceratops 是圆角嘛，吼，大家哪样讲？什么 eating on the grass， 以草坡顶完食草，伊安尼讲出来，我想你是毋是硬背？叫一个抱伊买楼骹，点也袂开，半分钟写讲 ，It's so dark, I'm scared。讲足暗，我会惊，我讲安尼毋是好人，伊是硬背。伊真正知影要安怎讲英语，但我感觉奇怪哦，因为自细汉就看迄个物件，看迄个物件，就参咱自细汉就讲华语，伊大汉做自然讲华语，自细汉讲台语，伊大汉自然讲台语。啊，食我搁落所找物件吼，还有讲日语。咱有一种论证的过程咧讲吼，你若无国家的正式资源吼，台语会死。我甲举一个用英语，中华民国伫台湾几十档的体制教育，英语的资源计有济无？咱读过偌济英语的课，啊，你英语敢有比台语较好？因为咱即个环境，就算台语环境做歹，无嘛比英语环境较好。所以是迄个环境问题，所以可能嘛是囡仔环境是啥物，咱即个大人，咱即个社会。所以我的意思是讲，我即个后来我看做放心讲啊，我要啥物体制啊，咱母啊，就是咱即摆做者中学的团体协议会，哦，现在做者这种工作协会，也是有人讲囡仔生互大家听，网络遮侪影片协会去找，就是互咱家己去放掉。我迄种讲一定爱官方来杀啥物。物件较会食，无即个代志。有当时因愈杀愈食力，因会杀对足奇怪所在去。啊，就是讲啊，我一定有原住民委员会啊，你是要安怎？你去看原住民的电视台节目，我拢看有点仔是安怎？是拢华语的，我拢华语的。大部分的时段的节目拢是，迄主持人迄个节目拢用华语咧讲啊，啊，若内底人伊迄系统是原住民安尼尔。这就是一种相信官方的风险。感觉讲，这个官方就是造成，即摆爱遮辛苦，只做这个代志，足大一个主要原因。所以我讲，我从中华民国到完全要做代志。因为对我来讲，国家机器本身就是一个足大的迄个机器，伊个权力足大。教育是改变一个人，讲较歹去洗脑，讲较好听去教育了，伊就袂正常啦。中华民国的宪法的精神条文第1句，伊就开出来讲，为因应国家统一之需要，
所以开始就难更难想一些啊。所以这物件吼，这是我家己经验啦，吼，几单经验你要来讲较正。新性命就是足侪犯错的吼，这是因为每这物件，互我家己有无共的人生的想法甲方向，这是我一个新性命。一个是囡仔，囡仔就先大人新的生命。咱要哪互囡仔以后有新的生命，甲台语有新的生命，这就是我感觉拢是会当做的。好，看大家有啥物问题？喂，感觉毋知影大家听了感觉安怎，毋过我是感受足深的，因为伊拄则讲的即个代志，我家己即嘛嘛咧行，是讲我之前有行过。譬如讲，之前是感觉讲，我嘛是爱完全脱汉，也是讲之前嘛是感觉讲，就是大家嘛，用教育部的嘛 OK 啊，现在一定爱用白话字，类似即款的，就是即个物件，毋过就是。当你豆接触愈来愈侪人听，愈来愈侪论述，也是去读较侪物件的时阵，你就会感觉讲，我家己的改变，我要追求的是啥？就是我家己家己的主体性，我的认同，我的所有一切，其实拢是爱用家己来建立起来。所以就是讲，是安怎即摆我会，就是行到差不多甲伊共款的想法，就是讲。我感觉即摆的社会，大家就是要是搁足重视所谓的官方、所谓的标准化、所谓的就是有教育部咧创即套啊，咱是安怎搁要坚持遐无人要用的遐个古早的物件？其实这拢是咱爱去思考的。若准讲咱一直照这个就是所谓的官方咧做的物件来行，到底这对咱来讲，第一，咱的主体性伫倒位？第二，伊带咱行的路，敢是一条会当行的路？这拢是咱会当去思考的代志。毋知影现场敢有？迄个头先可以讲一下吼，要伫对开始讲。对啊，因为我头先搁补充一个是，我即摆家己的个人的想法吼，因为中央团即部分，因为我今年6、7月份我开始台语同我开始咧运作。就头讲的迄，敢若来前吼，做歹有，目前为止佫无一个较迄个进入状况的迄个阶段了对，所以我则讲我选择要针对大人吼，去互因读甲写等遮个理性，会当做，毋免讲大概毋知要对问吼，即个牵涉着头拄讲的迄个啥差字顶。我上早我查字典，我当咧学台语的时阵吼，我查字典是查，大家可能我知影线顶台话字典。毋过我查到后来，因为后来较定个安尼达到去硬去想硬去想，我要讲的是吼，一开始我嘛无大声个，愈后壁打愈个。打硬的过程吼，你较有迄个，你较有迄个机会吼，去做较深。会停伫本地迄个所在，所以后来我较发觉到，原来佫有遐侪线顶其他的字典、词典会当用。我才去知影讲有台语大词典、有简字典会当去查。我较知影讲，我因为我查着出侪字数，事实上是几十年来华语转台语的物件，毋是本地古代台语咧讲的用法，种种这个物件较了解。来是像我头讲，我先无爱教无去讨论一个是。当然，我政治选择，这是我头拄讲做清楚，这是我政治选择，大家拢了解政治选择。毋过，咱会当倒转来讨技术性物件。我头讲遐个技术性物件吼，迄张如洪先生，我大部分拢是对伊遐提出来讲的。伊内底佫有一个几若点，我讲就是讲，教育部的迄个汉字甲白话字，汉字先莫讲啦吼，伊个内落，你讲改良白话字，我头拄记个就是。颠倒无甲改良，若佫转去甲客家客话迄边，佫愈食力，伊甲改做我汉语通用拼音迄边，迄规系统拢比咧拢乱去啊，所以失去本地会当做一个迄个正式文字的机会，吼、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官方部的迄套，在我来看是无甲代志变互较简单，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吼。迄个佫来讲囡仔的部分吼。可能大家对，我要讲吼，
阮共学团属上，阮足反对传统的自学，已经听无。我头讲阮囝自学生，我反对传统的自学。传统的自学就是一般人头壳内底设想就是，我老爸老母有资源，吼，我是社会较好的经济体，啊，我会当互阮囝家己要学的物件送去学这学迄。阮是行这套，因为这套是正经的做法。像阮囝，我头尾讲是，阮要做的是，阮嘛是叫一个囡仔，阮逐个做伙去受一寡课程，大人做伙来受，厝也是问囡仔恁有兴趣要学这物件，咱去找资源来做伙上。阮做一个开学典礼，有20月份的即个时阵，我从阮囝阮咧世代嘛，老岁外囡仔8个。甲其他的大细仔囡仔到你这大人安一拍20几个人，阮徛到若啥世代有一个。你讲阮的囡仔敢有较难无？别人囡仔敢有较慢无？过囡仔是由大人教误去。像吼，佫较巧的囡仔吼，佫较巧囡仔无对，我头尾讲是，佫较巧囡仔伊嘛毋知影讲，迄滚水崩着会出代志。所以种物件就是有马上生命危险的物件，咱当然甲挡。咱想出个办法，因为囡仔有这种冲动，囡仔个性就是足冲的，足想要去模仿啊。你咱有这种方式去，互小可会小着，搁袂真正着上的方式，互伊去了解。我的经验是，你若自细汉好好讲的囡仔，讲会听，这毋是跳甲讲的。毋过伫体制内吼，我10档我有兼副业啦，自我教育，我教10几档国中、高中的补习班，囡仔我当看过这个。你讲迄个囡仔是咱学袂晓，因为出世就毋是互人正常对待，大部分囡仔拢毋是，包括咱细汉时阵，拢毋是互正常对待。颠倒变成迄种无正常的方式，咱会感觉迄较是正常教囡仔学习。所以有当时校的老师足可的是，你捡着囡仔是无同教无进来，而且安怎互电你毋知影。所以有囡仔事实上伊是跳到就是发展的速度无共，发展的方向无共。你讲语言的物件。若一个囡仔伫一个无语的环境，一个无语学起来，迄就是真正是身体里的一寡有欠点的所在，迄是咧看医生啊。无过正常的，你莫讲 IQ 偌济，囡仔对一个无语袂晓。吼，像我讲囡仔讲，我讲英语迄个，是咧讲囡仔做老师，迄毋是教，迄是有迄个环境，而且迄个环境是一个做崇拜的环境哦。敢若 YouTube 的影片，敢若看影片，你就当学着迄个物件。较莫讲伊若真正是一个英语的环境。就是写字落啦，咱会怀疑咱的才艺是啥啊？所以，阮共学团有一个困难的时候，大家拢会感觉讲，阮互囡仔，阮拢放囡仔家己舞。毋过，阮有一个观念，一直想要互社会大众去理解就是讲，你若有耐心吼，对囡仔后边，阮囡仔细汉时阵都对安那，伊要爬树啊啥，我咪讲，囡仔个性无同，有的囡仔伊会去抓，伊会去感觉讲我安尼爬去，会稳人袂稳，迄是人天性啊，动物的天性。有法度会去，毋过有爬去，伊会知有法度落来，毋使叫大人。伊袂讲家己袂晓落，跟硬爬落来，囡仔袂晓讲。这个过程是咱爱练迄个胆，练迄个胆，互囡仔去舞去创。语言的物件，嘛是安，所以等咱考到回头要蔡老师的，论了，讲是啥？无，迄我大家蔡老师，他讲到中学团吼。其他的领队安怎想，我无确定哦。不过我个人袂像我头讲的，自头到尾我的对象拢是大人。我是要甲大人母好势。大人母好势，咱爸莫讲，你惊爸爸妈妈带出来拢由头到尾，你囡仔敢会快乐？你伫空个，后尾去大带转，敢会甲厝里激一副屎面讲话，囡仔是三家，就甲大声，囡仔敢会正常快乐？所以大人母无好势，囡仔就自然会好势。伊迄是咱人天性，咱本来就去，咱会想要去。安尼讲落来啦，咱袂囡仔吼，迄阵咱拢有一个，就是放暑假放无2礼拜就冻袂了，做无聊。人会无聊，人是会无聊的动物，无聊就开始找工。这个找工就是学习的动力。阮伫共学团大人咧练习的是，你要咱跳脱传统的迄种。观念去看有囡仔即个动作，即个过程，伊是毋是咧试啥物物件？咱要协助伊，搁去进一步。比如说，要试
注意试什么货，伊可能咧试物件，伊就会浮起来。你若看有，你就袂感觉伊咧乌色。啊，就算伊乌色嘛袂要紧，迄是生活经验。以后伊对水的感觉就无共。做这种的啦，我大人拢会补这种物件。大人的耐性爱做有够，我讲大众的这嘛是一种，大众的什么意思？像我伫网络面册，我咧打文章吼，迄嘛是我的朋友一直甲我吐，我较豆解过来。什么意思呢？我迄阵嘛过去嘛，为着讲，我为着要推广即个理念，因为大部分人袂晓台语文，所以我只好是我干那会当写华语。我后来我想，我毋是安尼想，我安怎做？我就会较搞工的。我用台语写一个，吼，啊无就是我留较侪汉字写。啊，若真正要对上时种可能真连台语也袂啥会晓听的，我就较费气，我就写一个华语的。翻译伫后壁，安尼有做一个好处。第一个是，我会当互网络顶悬写台语的声较大，声较大，因为安尼人较会当看着，看哦，真正有人会安尼写物件。是真正我有朋友是讲伊无认真咧，可以安尼偷偷安尼看我安尼写的南汉字的台语，看久伊嘛破破了。以后看着讲，较直接个迄几百个字尔嘛，哦，安尼遐语句嘛。所以久啊，伊泡泡嘛，差不多6、7成，伊就知影要安怎读出你的台语文啊。这就是像我咧看我迄个拍片的朋友，咧骗着伊咧写文章，伊若写，伊若有倒客话个华语，我就加一个机会讲啊，我这3分钟看你第一篇文章，我学一下这个字安怎读。这个过程是上煞提供一个，互较侪人会当学习的过程，这足重要。啊，当然我家己做位去，啊，当然较紧的是，我的想法就是。大人爱有耐心，像中头咧练习一件代志，有当时仔囡仔改变吼，爱3个月、6个月以后，所以像囡仔一开始一定袂惯势，你向伊参讲台语，愈大汉愈恶解啊。啊，所以第一个就是，真正4、5岁以上，我真正毋知要安怎处理。毋过若3、4岁进前，我头拄讲话就是，第一个我想的就是，你咧讲故事的时阵，讲互伊听。像阮旧年阮出去按一团的囡仔，有甲阮兜讲台语的，其他伊个朋友拢讲华语的，有诶小可听我简单的。我囡仔坐起来，我用台语开始讲，就是笑啊。当然，如果讲着啥物，我拢学着讲啦，我著看图开始学着动啦。啊，讲啥物，即个心灵放弃啦，安怎啦，啊，就是笑啊。平常时要讲台语的啦，而且过程因，我相信因对台语就袂遐反感。啊，而且你大人愈敢限制，伊会有可能愈反感，你等待拖迄个时间拖愈长。所以有一个做法，我家己我安尼做。你会讲华语，我咪上台你讲。你若无甲我讲，你听无？就算你讲你听无，我嘛是用台语先讲，啊，佮华语讲起来袂晓。我就是坚持我打算安尼啦，我无变样，我就是一直参你讲。我嘛听过一寡人讲到尾仔囡仔故意家己偷偷听，咱就是要提供迄个环境嘛。所以他讲打从个就是想讲，我有一个朋友，伊是坚持24点钟，逐工哦，伊就是无爱讲华语，伊就是干来讲台语。啊，即个过程你打从个因资源已经遮少，咱就是资源的其中一个。啊，囡仔就是干那会当甲咱接过来，所以你大部分你就是免去逼伊。你互伊知，我这大人就是讲台语，伊习惯久，2个月、3个月，伊就感觉你就是咧参讲台语大人。囡仔家己去调整。嘿，我要讲的就是，啊，毋过大人有当时会讲袂着，伊讲，啊，我安怎讲，伊就是我台语无遐简单啦。对，无遐简单。嘿，所以这就是我讲爱舞大人就是，我会建议啦，就是中学团就是拢爱舞大人，就上爱舞大人。因为大人迄个头壳转袂过来吼，安那舞了，囡仔舞袂起来。嘿，所以若有人我会甲鼓励讲，你著莫去。毋过我讲莫去是讲，你干来中学团讲台语，等于讲华语已经是无效。你就是不管是讲爱参听，参囡仔。你讲我著较放心，我迄阵我一直做惊吼，台语家庭这是一部，啊，过就是像你嘛知影，大部分的家庭伊的教育观念嘛是旧底迄套。所以你伫即个过程，你当然讲，伊著搁较安怎伊嘛是变成，伊著算伊讲台语啊，毋过伊对囡仔就是安怎教路啦，嘿啊。啊，像我即摆我互家己1、2工的时间啦，看舞会起来袂啊，就是我即摆这是我的体制啦，就是我伫阮即摆目前这较大的全台湾的中学团即个体制内底，因为阮内容是以台语做出发点的，我的困难是这样，所以我咧做宣传，我咧创案号的时阵。个人一定爱找出最方法的。比如讲，我台语写了，我一定爱附华语的说明是啥物货。啊，佮讲像顶下我主持迄个现场，我做主办，
拄结束的招生会，迄现场的音响足歹，迄好足大个啊！啊，现场的逐个听台语的音乐足歹。我感觉到尾嘛是，虽然我因知我是台语的台语团的啦，我到尾我有当时嘛是只要规段讲华语无听无我咧讲啥，嘿，听无我咧讲啥。啊，所以即个物件，恁安尼做台语的，一定会效果，我感觉比我真安尼做会更较好。我坦白讲，我真正我毋知我家己做会起来袂，我是足想要做看卖。啊，因台南足奇怪哦，台南足保守的。台南迄大足保守的，莫讲台语团啊，阮即个班吼，一堆对嘉义、高雄去参加招生的迄几个家庭，讲要参加台语团的，差不多4、5户，佮内底有3户是台南市的，台南市咱才敢剩1户2户尔，所以即期新的个入来嘛加1、2户安尼。所以到时我即团嘛是2户、3户安尼。啊，不过就是我希望大人伫厝里，当家己调整，迄是上困难，真足难的啦。家己的，我讲阮兜的老人，对家己的孙，伊对家己的囝讲台语讲是死人，对家己的孙一开始嘛是讲袂出来。足难的，试看卖。时间吼，有当过头，我真紧，咱后壁可能袂晓去讨论吼。中学团的理念吼，我用华语讲较清楚吼，不打不骂不狂不威胁不利用。因为遮所有物件拢是行为控制。听阮老母若无路用，我是毋是无爱伊？敢讲我是为着我人生的理念，要互我较友好阮老爸老母。我讲的认同吼，台语我反对讲爱用我是真诶。我嘛袂去强调讲，我想讲的是，我前仔我一直讲，甲大人创好，大人一个环境。咱影响囡仔，参咱讲台语，即有先讲，我若去长颈鹿美语，囡仔嘛去比赛英语，吼，伊嘛会参伫遐外国老师讲英语，毋过伊倒敢会变英语家庭。以后伊个囡仔大汉，伊敢会变英语家庭？这一摆讲，吼。台语会啊。台语你确定会？伊等伊老爸老母敢有对伊讲？因爸母着较会参伊讲台语。较会参伊讲啊。对。毋过台语对伊来讲就是比赛摕冠军的物件。因为迄是个利益的所在。因为伊来学，所以爸爸妈妈自然就会较堪伊讲台语。毋过对台语来讲，我嘛是倒转去头我想我要讲的认同的物件啦。蒋纬文教授有一个遐做者文章过去嘛，写做者民族甲认同甲语言文化的关系啦。所以当然我知影这是一个看得到的成果。毋过以我即几冬对囡仔的发展，对我家己人意义的遮语言的思考，我个人袂去用。迄个像头拄仔你的即个方式吼，来互对啦，伊会看起来较侪人袂晓台语，毋过迄种物件是足朴的。对我来讲，迄个物件较朴，伊就是伊毋是为着我想要做一个台湾人，所以我要甲台语捡倒来。伊是因为台语有对我以后有帮助，我去食头路会晓讲台语，我会当加接无共的工课，吼，我会当参人伴我感情，我会当家当做一个我拍开的社会语言。这拢是对利益出来，这拢是行为控制。迄个人的伊的学习的迄种主体性的生袂出来啊，会发袂出来。啊，嗰种物件就是看着着中学团的理念的物件，迄3工2工左右讲，迄有当时啊新的团入来吼，参加半当一当，伊嘛是3落迄个到底中学团是安怎坚持，无一寡看起来足奇怪的观念。明明你安尼做就好啊，无效果啊！你现在就无爱安尼做，你就一定要哭遐大咧。看起来像足无效率的啦，真正是安尼。啊，毋过我一几冬吼，阮囝2个后生咧经验就是较看遐入，有当时看起来较晦气的咯，较特动，较特动。那这就有用了。像我做一个，迄个吼，开始过头要8点钟。我要讲的是吼，所以我即个人的个性，甲我的经验吼，就种体制内有体制内的高不中啊。就知影我家己补习班我看会着，我感受会着。迄体制内物件，你无法度，你时间安怎做？所以体制内你用到无迄套教，即我无会讲，你就是体制内。我头拄有一个重点是吼，
我要讲的是，就算无靠体制，咱平常时拢咱平常时拢无伫学校内底，大部分的人拢无伫学校内底的时阵，咱会当做代志，搁较济，会较少。咱毋免等体制来帮咱处理这个物件。我头拄要鼓励是一件代志。啊，像头拄讲，学生啊买学毋学，大学生像我后来我即两当吼，有一寡朋友甲我硬拄到我即摆的观念是安尼。以我家己的啦吼，但我即摆我搁当然无安尼。我有朋友真正伫补习班咧教册，直接用台语讲的。伊教我感觉这较是正确的。我用台语教，我毋免甲你讲啥啥。我互你一个印象，你参我这人就是讲台语。啊，你真正听无，咱还搁另外处理。做到安尼，我拢毋免搁想啥物办法像。咱若伫大学内底像迄个，迄组活动，我无当去参加吼，做无彩的是，做侪教授办迄因咧通识的课。讲要用台语讲，这就是正确。我直接用台语讲各种的知识，我头拄讲。你著安尼讲，你伫你的专业的范围内底，你尽量讲，互你身边的人感染着讲，即个人就是讲台语，而且伊会当讲即种台语原来台语会当伫即种所在摕出来讲。即种方式是，我讲的就是总会到，毋过是像是足有效，嘛毋免互你家己去行偏去迄种路线。就像老师，你若伫学校像迄学生啊，当然你用比赛做一个动机，吼。毋过若对我来讲啦吼，当时我家己讲电话话，就是毋管学生有要比赛无要比赛，我咧上课，尤其你的身份佫是台语老师，佫愈正当，毋管你安怎，我就是朝你讲台语。你要甲我回话语，我毋是要甲你讲台语。自然而有人互咱影响着，嘿。啊，以上歹势吼，过半点钟。啊，若因为我咱会留伫遮，咱会朋友有啥物要讨论的，咱随时踮遮，咱搁讲一下吼。好，谢谢。